每束花嘅背後都藏住一個故事，可能係一份驚喜，一句多謝，一個諗咗好耐，終於決定講出口嘅心意。而我哋嘅任務就係幫你將呢份抽象嘅心意，用最靚、最溫柔嘅方式呈現出嚟。喺 Foliage Floral， 鮮花花束從來都唔係複製貼上嘅流水作業，每一束都由我哋嘅花藝師親手設計，由想買花嗰一刻已經開始。鮮花採購自環球歐亞日嘅頂級鮮花，將唔同嘅色彩、質感同形態混合配搭，保證你收到嘅嗰一束絕對係獨一無二。設計一束花真係唔係就咁將啲花紮埋一齊咁簡單，我哋講究嘅係層次、色彩之間嘅 balance， 甚至係每一朵花嘅朝向，由主花、襯花到葉材嘅比例，每一個細節全部都係心思。我哋每季推出季度花束精選限定，將最新鮮、最當造嘅時尚組合帶俾你。無論係生日、紀念日，定係純粹想講一聲多謝 Foliage Floral， 為你傳遞最真摯嘅溫度。